有序幕啦，埋邊有過關勇士啊，攞出嚟中檔追噶嘛，仲有盛世威風啦，後多層仲有暴風一族啊，最出嗰邊係非凡時刻嚟噶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烈焰光芒仲有半個馬威優勢，埋邊追有過關勇士，中檔上呢仲有盛世威風啊，響外邊追噶嘛，仲有暴風一族啊，出邊位置仲有呢啲非凡時刻啊，最後100零米烈焰光芒仲有優勢啊，最出上緊嚟非凡時刻，中間暴風一族，埋邊盛世威風，夜馬嗰匹外邊。係咪呢隻非凡時刻呢？定係中間粉紅衫嗰隻暴風一族咁啊？埋邊12號係盛世威風，咁啊至於埋門有啲力弱黃衫嗰隻呢，就烈焰光芒。頭馬睇下係邊隻先？落尾係本能嚟嘅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銀翅勇士嚟㗎。咁啊見到內欄追佢呢，有傳承效應啦，中間百里旺亦都上緊啦，外邊駿馬之寶同埋團結戰寧啦。咁啊後多層嘅馬攝入邊呢，就維港激流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百里旺，外邊團結戰寧上咗嚟追佢，最出位置仲有呢隻駿馬之寶啊，接近終點團結戰寧贏啊，跑第2名呢，就駿馬之寶。第3名內欄位置維港激流喘咗上嚟，同中間位置有猛將興百里旺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團結戰寧沿住個中外檔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，一進金得意啊！皮具大師褪咗落去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特別美麗用完嗰段啦，呢個時候暴風雷代之起就追上嚟啦。再見到內欄嗰邊有堅多福啦，中檔始終如一宇宙之光啦，外邊仲有夢照發，大外檔係金得意啊！最後100米到特別美麗回氣之下呢，又上翻嚟喎，暴風雷車輪邊亦都追緊佢，出邊仲有隻夢照發接近終點第1名，埋邊係特別美麗，有冇機會到先呢？中間暴風雷都已經起勢咁又追翻佢噶啦，外邊呢，依家先撻着，仲有隻夢照發啦。結果今場賽事特別美麗，幾經辛苦之下，咁啊貴福特馬房應該呢隻馬贏到啦。第2好近啊，暴風雷中間出邊。有夢又有乾坤攞出去上啊！後邊嘅馬咁啊，攝入邊追，仲有落足心機啊！後多層啦，中間紅眼罩63呢，仲有贏得爽啦！出邊朗日雪風，大外檔就幻影旋風啊！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又由乾坤一支落去，有啊！支嚟咗2個身位啊！中間贏得爽上緊，出邊幻影旋風亦都追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仲有朗日雪風入邊呢，就係魔法速遞，最後100零米又由乾坤依然係佔啲半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幻影旋風，第3名埋邊落足心機，出邊時間寶。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入彎過下繩啊，又有乾坤攞定出去3踏，費事喺入邊同你塞啊！轉彎揈出去及早發力，咁啊贏馬，幻影旋風都追嘅。第2、第3呢，埋邊落足心機，出邊4號紅衫時間寶要影相。恭喜晒貴福特啦！轉馬房即刻贏啊！又有乾坤第2名啊，外邊上嚟嘅幻影旋風第3名。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龍澤飛區就依然係佔先嘅，紅黃繽紛咧響中檔嘅第2位，桃花多響中檔已經係追緊啦，埋邊呢，仲有呢隻悠悠乾坤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馬特風啦，外邊追無極勇將啦，大外檔係富裕君子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龍澤飛區拋離咗大約個幾身位㗎啦，桃花多開始追上嚟啦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進彩飛馳啦，仲有呢隻就係武林至尊啦，外邊上嚟仲有富裕君子，贏馬嗰匹呢，就龍澤飛區1不離2，咁啊真係又贏啦！開齋咁啊，今日貴福特馬房咁啊，先憑伶俐標區開齋，再嚟到龍澤飛區起咗個馬，跑第2名啊嘛。桃花多響中間人心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飛輪霸仲係佔先啊！外邊呢，川河洞區開始追佢，出邊有金牌活力啊！沿住內欄穿上嚟，仲有隻3軍勇將啊！後多層出邊係天外迎天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外邊金牌活力壓住咗川河洞區，埋邊係3軍勇將，接近咗啲金牌活力贏啊！跑第2名係川河洞區，第3名呢，入邊係3軍勇將，中檔追上嚟有天外迎天啊，跑第4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金牌活力沿住個中外檔啦，一路壓住咗嗰隻呢，就川河洞區個地庫外邊有小魔怪，緊隨其後呢，仲有藍衫外邊衝啊，就係新力嬌啊！內欄嗰邊呢，仲安定神區馬林中間橙衫爭旺呢，仲等緊位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鼓浪好友仲有個幾馬威優勢啊！咁啊包裝名將開始撻着咗，就逐步追緊上嚟，埋邊有風采人生爭旺打開咗，亦都追啲，外邊仲有新力嬌，最後100零米包裝名將響中間鬥跟埋邊鼓浪好友，叮當碼頭之下埋邊鼓浪好友，咁啊係咪機會佔先呢？包裝名將重磅擠咗一段，2匹馬拍住到啊，爭旺第3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係埋邊嗰隻風采人生啊，2匹馬都鬥得相當精彩啊！但係鼓浪好友呢，
就夠買外檔啊！紅衫白帽就幸運派彩博入邊呢，就榮進大道，最後直路啦，吉星騎士佔先少少啊！見到龍城精將高高志高一隊已經上緊嚟啊！中檔位置仲有鬥志波，出邊開心勇區嘅去勢亦都相當勁啊！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大眾福星中檔榮進大道啊，最後百零米開心勇區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呢拋甩咗少少噶啦！榮進大道呢個時候撻着咗追緊佢，接近終點，開心勇區到先啊！跑第2名外邊榮進大道。第3名高高志高，第4名係幸運派彩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都認真厲害啊！開心勇區轉咗馬房，即刻跑過第2。今場賽事順利贏埋，榮進大道狂追上嚟㗎啦個第2。再見到外邊冚嘅嘛，有粵進歡欣啦，出邊美麗同享啦，外邊有2隻有目共賞，大愛都係球星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啊，中間有知足常樂，粵進歡欣上緊嚟，埋邊位置大至尊，外邊追有安裕，最出嗰邊仲有美麗同享同埋有目共賞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佔先啊，粵進歡欣率先上嚟過佢，緊隨其後外邊安裕亦都殺埋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嘅馬係安裕啊！結果贏出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啊！終點前將粵進歡欣趕過咗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非常接近㗎，埋邊和平波唔多，中間智取神區同埋外邊陽光勇士都一齊追咗上嚟。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嘅得主係安裕嘅機會高啊！外邊冚嘅馬呢，有星火燎原三軍勇將嗰啲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輕馳千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標誌極光響第2位，中檔位置追啦，有呢隻偵探傳奇啊，在中檔位置紅眼罩第4位咗喎，就係熾烈神區啊，最後100零米透出仲係呢隻輕馳千里，偵探傳奇一路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啦，偵探傳奇外邊冚上嚟，將輕馳千里趕過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，好幾隻馬都近㗎。紅眼罩紅衫，熾烈神區，中間淺藍衫白帽，依家先至揾到位上嚟，樂勝天下。外邊仲有隻得心之餘啊！偵探傳奇一轉倉上3班，着綠燈贏馬，跑第2名呢。沿路大外搭啊，仲有隻花果猴王，馬林中間係猛將兄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凌離標區貼咗欄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啊！上上發財捱緊呢個第2位啊，中間馬前只追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搖搖日上追緊上嚟，埋變咗一隻猛將兄，中檔位置起舞飛飛唔夠位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凌離標區最少贏4個馬位啊！後邊嘅馬前子呢就上嚟第2，中間上上發財入邊呢仲有隻猛將兄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凌離標區亦都順利替貴福特馬房咁啊起咗個馬先，贏到甩晒㗎啦，出閘又快，擺前啲啦。第2外邊馬前子，中間上上發財，入邊猛將兄。至於嗰隻起舞飛飛呢，一路塞冇位喎。貴福特再贏啦，3邊啊！呢隻凌離標區今季好犀利啊！